主后2023年5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反击的必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斯帖记第9章第19、19节。12月就是阿达月13日，王的命令甲诏书得要执行。这日原来是犹太人会对敌仰望要压制因的日，毋过犹太人颠倒制服所有怨恨因的人。迄日，伫亚哈随鲁王的达省，犹太人伫因的城聚集，攻击遐个要害因的人，无人会当抵抗，因为人民拢惊因。达省的领袖、总督、省长甲行政官员拢来帮赞犹太人，因为因惊末底改。末底改伫朝廷真受尊重，名声传到达省，伊的权力愈来愈大。犹太人照家己的意思对待怨恨因的人，用刀杀死因，甲因凿灭。伫苏珊城，犹太人杀死500人，搁杀死巴珊大他、达芬、阿斯帕他、珀拉他、阿代利亚、阿里大他、帕马苏他、阿里塞、阿里代、甲瓦亚萨他。这10个人拢是哈米大他的孙，犹太人会对敌哈曼的囝，毋过犹太人无抢因的财产。迄日，人将苏珊城受害的人数对王呈报。王对王后以斯帖讲，犹太人伫苏珊城杀死对敌500人。搁杀死哈曼10个囝，伫其他达省毋知做了安怎？当你爱什么，我会互你；你求什么，我嘛要互你。以斯帖就讲：王若看做好，求你允准苏珊的犹太人，明仔载嘛照今仔日的诏书来做，搁将哈曼10个囝的尸体吊伫叉架顶。王就命令照安尼执行，迄个诏书伫苏珊颁布，人就将哈曼10个囝吊起来。阿达月14日，苏珊的犹太人搁聚集起来杀死城内300人，毋过无抢因的财产。伫王达省其他的犹太人嘛拢聚集起来保护家己的性命，脱离对敌，得到平安。因拢总杀死75000个怨恨因的人，毋过无抢因的财产。阿达月13日做即个事，14日休困，伫即日办桌欢喜庆祝。毋过，苏珊的犹太人伫13、14即2日聚集保护家己，15日休困，伫即日办桌欢喜庆祝。因为安尼，住伫无城墙的庄舍的犹太人，用阿达月14日做节日办桌欢喜庆祝，搁互相送礼物。反击的必要。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的13日，原底是犹太人会受敌、想要除灭因的日子，总是犹太人组织起来，保护家己，反击因的对敌，其中包括哈曼的10个囝。其他各省的犹太人也分别组织起义，根据圣经记载。受杀死的人超过7万外人，这一段经文读来互人不安，甚至会联想到古代帝王用抄家灭族对待
对付政敌的暴力手段。对历史来看，犹太人亡国了后就散居漂流世界各地，正因为无国家的保护，致到犹太人饱受排斥、歧视、迫害，甚至遭受种族灭绝的屠杀。在经文所呈现的时代，也就是亚哈随鲁王在位的期间。犹太人得到王的谕令，达省达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通反击，杀害消灭遐个人，嘛通杀死因的囡仔甲妇人人，搁抢因的财产。因为这道谕令，犹太人无搁再只会当做受害者，反倒通用正当理由来捍卫家己的性命，保障自身的权利甲自由。2022年，俄罗斯总统普丁看准西方世界的国家依赖因的能源，会采取姑息、妥协等外交方式，企图避战。独裁者普丁随以恢复俄罗斯用光的气势理由，伫2月24日入侵乌克兰，搁犯下反人类的战争罪行。当落时，各种大方向的信息伫台湾世界流传，上接听到的是，下一个乌克兰就是台湾。乌克兰政府坚决毋投降，才会害死大量的平民，等等。回首乌俄战争，互人讶异的是有一寡舆论毋是谴责发动战争的侵略者，反倒是咧责备奋勇抗敌的护国者，还是声援者。其实，对人类历史来看，完整主义的姑息、妥协、忍让，并无法度止息侵略者的野心，搁较无法度借避战带来真正的和平。比如讲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前，因为西方国家一味姑息，甚至默许德国的希特勒踢破慕尼黑协议，进犯波兰，进而掀起世界大战，这就是血淋淋的例。台湾敢若过一道海峡，甲时刻企图并吞台湾的中国对望。中国甚至出动军机不断扰台，台湾人备受威胁的处境，甲犹太人竟然有某一种程度的类似。犹太人必须坚定对抗因的仇敌，因为若无起身反击，因就会遭受杀害，民族受灭绝的威胁。经文中的犹太人对抗仇敌的举动，看起来哪像无情也是暴力，毋过却有值得咱台湾人反思的所在。默想，姑且敢就会当逃生？犹太人的反击行动有倒位通值得检讨甲学习的所在？姑且敢就会当逃生？犹太人的反击行动有倒位通值得检讨甲学习的所在？咱来祈祷，公义搁慈爱的上帝，若阮因为贪婪合理化家己的不当作为的时，恳求你赐予智慧，互阮明辨是非，行伫你公义的道路。当外敌用各种方法分化，企图侵略台湾的时，请你赐予阮国人有明智的判断力甲勇气，通好捍卫你赏赐予阮美丽家园。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
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